喺三鄉嘅中心地段雅基樂嘅蘭城灣畔出咗間稀缺嘅毛坯，而且係大馬路邊停車非常之方便嘅4分1別墅，建築面積105方，依家首期20萬，月供5000蚊。睇下呢個全花園咧，非常之靚嘅，有40-50個平方，到時候喺度搭翻個涼亭，喺度飲下茶，嘆下咖啡，非常之舒服。呢邊咧就我哋7花園空間啦，入嚟睇我哋1樓目前格局先啦。1樓目前係餐客廳一體嘅，呢邊咧就我哋廚房位置，到時候可以推翻出去嘅。睇下呢個大客廳係咪非常之舒服啊？呢邊咧到時可以做個落地玻璃窗出去旁邊咧飲茶嘆咖啡，非常之好嘅。視野景觀咧係非常之靚嘅，所以採光咧都係非常之好嘅。睇下隔離咧就我哋個衛生間，仲埋一間客房嘅。2樓咧係做咗2間房，一個衛生間嘅。依家我哋喺3樓空間，3樓係個主人房套間嘅，睇下呢個層高係咪非常之高啊？入嚟咧睇下我哋空間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同埋我哋嘅洗手間啦，空間實用性非常之高，擺米8床都係冇問題嘅。出嚟咧就係我哋將近15平方嘅大露台啦，睇下呢個視野景觀係咪非常之開闊咧？到時候咧喺呢度咧可以搭翻個陽光房喺呢度晾衫係非常之好嘅。呢一套單位咧，建築面積咧係105方嘅，上下總共有3層。依家咧首期嘅話就係20萬，月供5000蚊，總價嘅話僅需要140幾萬就可以擁有呢套單位啦，而且係大馬路邊稀缺嘅毛坯嘅4分1別墅。如果你最近咧喺度關注雅基樂中心地段嘅4分1別墅呢套單位咧，一定要過來現場睇睇啦。睇樓嘅話記得揾大福。